人生路上，有時我哋會覺得寸步難行，心靈破碎，就好像所有嘅盼望都崩塌晒一樣。你係咪都曾經歷過呢種無助同失落嘅感覺呢？但係喺一個古老嘅聖經故事《路得記》3章入面，我哋發現咗一個關於希望同救贖嘅奇蹟。路得身處絕境，孤身一人，但佢並冇放棄，因為有一個人，佢叫波阿斯，佢作為路得嘅至近親屬，毅然願意為佢承擔起所有嘅重擔同責任。今日我哋都唔需要獨自面對人生嘅破碎同挑戰，就好似路得記3章9節所講，求你用你嘅衣襟遮蓋我，因為你係我一個至近嘅親屬。呢位最愛我哋嘅至近親屬，就係我哋嘅天父上帝，佢願意為你贖回一切，俾你尋回真正嘅平安與豐盛嘅愛。只要你願意相信同仰望，佢嘅愛就會永遠覆蓋你，賜你重新得力嘅勇氣。